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新闻头起先来关心东北亚局势。北韩今日早起是搁再射飞弹，已经是今年的第29届。而且这架飞弹位置是落伫咧南北韩中间北方警戒线以南海域，也就是讲已经过到南韩迄边。离南韩东部宿草市仅57公里，离有领岛167公里，已经是挖进南韩的领海。有领岛迄当时就随发空袭警报，百姓拢是密去地下室。南韩即届是无干那出声谴责，是真正采取行动反制，派战斗机往北韩迄边的海域弹3粒飞弹。温室话就呛讲要互北韩付出代价，要求南韩的军方做好准备，保护百姓安全。这个局势实在是真紧张，若是一个无拄好，恐惊就会变做战争。除了南韩，这回北韩射飞弹是有2粒落伫咧日本专属经济海域附近，所以日本、南韩拢紧急开安全会议。美国、日本、南韩嘛，当咧加强军事合作，要压制这北韩窃的行为。 북한은 오늘 08시 51분부터 탄도미사일 3발을 발사하였으며 이 중 한 발이 NLL 이남 동해상에 낙탄되었음. 韩国军方情报显示，北韩7日为东华的原山发射飞弹，其中一粒飞过由联合国所规定南北中央的北方警戒线 （NLL） 落在日本海，伫日韩中央的有领岛西北方167公里。当时，另外一批飞弹是向半岛西边的黄海发射至少10粒飞弹。虽然无落伫日韩2国的经济海域，也是领海内底，不过也是引起2国强烈的抗议。 これまでにない高い頻度でミサイルの発射が繰り返されています。断じて容認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朝鮮半島において緊張の高まりを見て取れることから、早急に国家安全保障会議を開催し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韩国总统尹锡悦也下令紧急召开国安会议，研究对策。北韩最近飞弹试射行动一直增加，包括7日在内，拢总29架，其中大部分是低中长程的弹道飞弹。日本判定有4架是属于巡弋飞弹。另外，日本阁认为北韩部分弹道飞弹真有可能进化到会当无规则飞行，增加地面防御的困难。 面对北韩动作这么多，美日韩3国当地强化军事方面的合作。除了美军航空母舰先后甲日韩海军联合操演，美军阁派兵加入韩方的例行陆军演习。美韩空军拢总出动240架次的军机，进行大规模共同训练。韩国也向边界北方的公海发射3粒空对地飞弹做反制。公司新闻起家人编译。 印度西部一条150年的吊桥，礼拜是向登起，造成150个人死亡。民众即阵是就街抗议，要求地方首长都要落台负责。而且反对派是指控这条吊桥征收了后，向公共的开放，拢是执政党为了议会大选要抢选票，才会造成这场悲剧。 互人的扫帚车也是拼命举标语，规个人互人行走，也是要大声抗议。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一个19世纪的古迹吊桥摆一断去，将近150人死亡，引起民怨。首都新德里街路7日有群众要求追究官员责任，可赔偿所有受害者200万卢比，差不多新台币77万。150 लोगों की जिम्मेदारी मुख्यमंत्री की है। 150 लोगों की जो हत्या हुई है उसकी जिम्मेदारी भूपेंद्र पटेल ले वो इस्तीफा दें। 群众正生气，是因为这重大事故起因可能是人祸。出台这吊桥进前关起来维修半年，不过修好才开放时间就断去。全警方车已经移交过失杀人等罪嫌，也包含吊桥承包商甲卖票人员在内等9个相关人士。不过部分受害者家属认为，这人只是互人杀出来吃罪。 लड़ेंगे हम तो ऐसा बोल रहे हैं कि वो कंपनी वाले को पूरा दंड होना चाहिए छूटना ही नहीं चाहिए जेल में से ऐसा ही हम बोल रहे हैं क्योंकि उसने वैसा गलत किया ना काम इसीलिए
当地政府声明吊桥开放进程无得到许可，和反对派人士批评推卸责任，因为承包商根本无经验，竟然已经接桥的维护工作，官员腐败才是事故主要原因。因也指控政府凊彩开放吊桥，其实是为了古吉拉特邦12月机会选举。印度总理莫迪第拜二去伊娃现场巡视，承诺会给予这个假释。公司新闻市管林朋友。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北韩今日早起，阁射2粒弹道飞弹，落伫咧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峡附近。日本的防卫大臣就表示，已经透过日本驻北京的大使馆，向北韩表达严正的抗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美国总统拜登预计11月12出访东南亚参加 G20。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连日嘛会参加 G20， 美中的领导人同时到东南亚，要扭瓦甲东南亚的关系。英国《Times》报道，有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英国有不少参加过犯罪组织，也是有暴力前科的人，竟然是在做警察。英国警察的素质是让人真烦恼。虽然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昨日起，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徛街当中攻击因红色歹徒，这阵是承认讲，除了佩洛西，伊阁暗算要攻击其他政治人物甲因的亲人。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继续来讲佩洛西徛街去防入侵的消息。其实当初是警方的监视器是有翕到有人撞入去，不过迄阵煞因为无人咧监看画面，无法度随去阻止。以色列政局无稳定，4年已经办5届国会大选。这回选举的票已经开超过8成，有测前总理纳坦雅胡的右派阵营会当摕到过半的席次，成做上大党。纳坦雅胡这阵也已经发表竞选演说。היום זכינו להבעת אמון אדירה. הליכוד支持者大声喊纳坦雅胡的外号 BB King， 意思是以色列国王，显示对这届大选较有信心。前总理搁再选赢，就差一小步。纳坦雅胡以胜利者的角色发表演讲。אנחנו על סף ניצחון גדול מאוד. 以色列4年来举行第5届国会大选，进前的出口民调显示，纳坦雅胡带头的右派联盟摕到超过一半的国会席次，领先现任总理拉皮德这边。纳坦雅胡的联合党席次也超过拉皮德的未来党，占第一大党的地位。Tonight, the people of Israel said very clearly, we have full confidence in former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and the Likud party, and we have no confidence in Mr. Yair Lapid. 73岁纳坦雅胡是以色列在任上久的总理，伊反对巴勒斯坦建国，挺违反国际法的约旦河西岸屯垦区开发计划。这种的做法也让右派选民真介意，不过让中央偏左选民真反感。另外一个争议点是纳坦雅胡2019年有乌西早起甲背信的官司，为出口民调就会当知影这听闻并无影响到选民支持意向。纳坦雅胡所属的政党联盟也表示，未来要筹组联合政府推动修法，停止官司的心理。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大鸟禽本地是生活伫咧中国。2008年的时阵，中国送一对鸟禽予台湾，就是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大名册团团圆圆。不过这阵团团是破病啊，所以中国有2位专家昨暗飞来台湾看团团的状况。这位2位专家是认为讲团团的病情无适合开刀，会暂时先疗养，观察看敢有较好的医疗方案。透过监视器观察团团的状况，初二日早起，搁较进入园区探视。2个中国鸟禽专家，吴凤林的专长是鸟禽疾病防控甲科研分析，桂民的专长是氧气管理甲人工药检。2个人的保育资历拢有20几档，经验丰富。其中桂民捌来过台湾，他的状况可能跟他之前想象的是有落差的啦。像很多的形容，就是他可能是躺着，那基本上今天的状况还算好。那团团今天很争气，就有做了一些进食啊，一些相当这样行为。我想大陆专家看到这样，相对可能有稍微放心一点点。台北市立动物园表示，2位专家因为拄来台湾，园方人员有先用鼻仔互团团过来观察速度、动作，卖针对饲养、医疗等管理数据做交流。目前对团团脑部病变的问题冇共识。他的病灶区其实
非常接近的颅底，所以在不管是以现阶段动物的一个状态，就是它麻醉的一个反应，或者是它病灶的位置来讲的话，其实都不是那么适合进行手术。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跟陆方这边的专家有达成共识。动物园表示，短期袂做侵入性的医疗行为，嘛因为中国专家初一就要转去啊，离开之前，嘛安排包括台大兽医系学者专家组成的医疗顾问团来见面。这届嘛是2冬多以来头一遍有中国派动物专家来台湾。记者电报刘凯台北采访报道。世界上侪国家的观念开放，尊重每一个人的性别认同甲选择性伴权利。日本东京今日就开始承认同性伴侣，发伴侣证书予多元的族群。有这张证书了后，虽然无代表承认同性的婚姻关系，不过会当亲像翁仔某同款申请公共主体，甲亲人有同款的资格，会当调对方的医疗资料，搁一寡甲翁仔某同款的社会福利。虽然日本的政府也未全面承认同性的婚姻，不过东京这项同性伴侣关系证书，会用来讲是互婚姻平权行出一段路。带家己的同性伴侣，还佫有厝内人做伙出来。11月初1，东京都开始启动东京都伴侣关系宣誓制度，这会伫东京生活工作的 LGBTQ 的族群得到伴侣关系证书。虽然讲这款关系无婚姻的合法权利，不过已经是婚姻平权的一大進步。これまで、ほぼ日本の中にあるほぼ全ての制度、ルール、サービスというのは、基本的な LGBTQ+ の当事者なんかいないという前提で形作られている、その社会、ここ東京都も、基本的にはそういった人たちがいないという前提で作られていた制度が、そういう人たちがちゃんといるんだと。大きな一歩ではありますけれども、少し時間はかかってしまった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も思いますので、あくまでもこれがゴールではなくて。这证书以允准同性伴侣会当含已经有结婚的翁仔同款申请公共主体，也佫有甲亲情同款有权利来得到伴侣医疗，也佫有犯罪资料。日本对性别多元的支持发展较晚，法律保障嘛无够完善。LGBTQ 的族群伫学校、职場，還有家庭，常常受到歧視，只好穩重家己性的取向。多分対応してくれるんだろうなっていうちょっと自信を持って。東京都表示，一直到10月28，有收到137份伴侶關係證書的申請。申請的人必須都愛是東京都成年的居民，包含外籍人士。東京都地區小店百合處伫去年12月宣布講，為咗要減輕同性伴侶生活困難，促進民眾了解多元性，會伫今年實施甲婚姻制度同款的同性伴侶制度。東京澀谷區伫2015年，成做日本第一個承認同性伴侶的地區。7年來，有200外個地方行政區刷咧來加入。公司新聞黃雲玲編譯。大部分的香菇是種伫咧茶壺頂懸，不過比例是有農民甲過期的芳甲激酒的麥仔磨做壺摕來種香菇。種出來香菇，若品質好，佫會當減少土製食食的情形，是廢棄物重新利用真好案例。工人塞過來一車已經攏過期，袂用個佫予人食的芳。這個芳原本攏是要單掉的，但是經過處理了後，煞會當變做真有路用的物件。這是伫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一間專門生產香菇甲其他菇類的小型公司。這間公司上特別的所在，就是因所生產的菇類，攏是利用已經過期的芳，還佫有激酒的過程中留落來一寡沙仔。這個原本攏是糞掃會防單掉的物件，用來當做生產菇類的材料。想袂到種出來的菇竟然是又佫水又佫大蕊，看起來就足好食的。迪克勒克伫2014年創辦這間公司的時陣，本來想要學冊內面所寫的，用煮咖啡了後的咖啡沙仔來種香菇，毋過伊發現伊想要種的香菇的品種無適合用咖啡沙仔來種。經過足濟擺試驗了後，才找到適合的材料。伊即馬甲當地芳店、大賣場，還佫有一間生產米露的公司合作，每年會當回收18公噸無害的芳，佫有5公噸吉麥仔酒留落來的沙仔。把這物件加做混了後，用來浸菇。Et puis il y a une vis dans le mélangeur qui va broyer le pain pour le rendre en poudre en fait. Et après ça, j'ai d'autres composants que je vais ajouter dessus pour pouvoir faire le mélange complet en fait. 真侪人會好奇講，無共口味的芳種出來菇，食起來敢會無共？頭家講其實是無啥物影響的。Ça va par contre influer sur la quantité de champignons qu'on va avoir sur le substrat ou la qualité.
mais pas tellement le goût. 目前，这间公司总共有生产7种无共品种的菇类，每礼拜生产8公吨到10公吨的菇。若实现循环经济的目标，嘛变作比利时政府鼓励生产在地化一个成功的案例。记者感恩编译。Twitter 和大好野人马斯克买起了后，这阵是推出新的功能。马斯克是按算要推动认证爱纳钱制度。其实，咱若详细甲看，这政府品牌甲名人的口罩边啊，拢有一个蓝色摇起来符号，证明讲因的口罩是真的，毋是仿的。即阵马斯克是按算，互所有的用户拢会当申请认证，一个月8块的美金，大约是260块的台票，讲安尼会当解决人头假口罩的问题。毋过有专家就分析讲，一般的民众应该是无啥兴趣去申请认证，掠假口罩的效果应该是无介好。网页顶悬南韩女子团体 BLACKPINK 的名片，有一个真明显蓝色的勾仔。中华职棒乐天桃园总统蔡英文嘛有蓝色的勾仔，因拢是有得到认证的 Twitter 口罩，代表这毋是假的口罩。Twitter 是全球上界有影响力的社群媒体平台之一，开放予政府、企业、品牌、甲非营利组织、新闻、娱乐、甲运动等等有影响力的人物来申请认证。而且全球上界好业的马斯克，前日以440亿的美金收购 Twitter。按算要推动认证爱付钱的机制，互用户以一个月8块的美金，差不多新台票260块，换蓝色狗仔认证，引起大家讨论。其实你可以在不管是留言也好啊，或者是相关的回复，都可以有优先权，甚至于呢，有这样子一个认证有一个好处，就是不会有人去仿冒你。马斯克指出，得到蓝色狗仔认证的口罩，伫回应老话、标记，也有别人要敲吹的时阵，会当得到优先权。公司会当打击人头口罩甲诈骗，也有解决遐个敢若会晓出一支喙来老话的人。不过嘛要注意，可能会引起阶级的现象。开钱的人会当得到较大的危机权，可能会致使社群的互动更较恶化。我可以想见的是，未来假设这个制度上线之后，那会不会在推特上面比战的时候，就会有蓝勾勾的呛，没有蓝勾勾的说你不要开分身账号了，不要开中米钱账号出来吵架。那一般民众敢有需要开钱来买认证？添哥认为帮助无大。那上面讲，电话的制度伫台湾并无真实行，收费嘛无吸引到，这敢会互其他的社群媒体嘛在咧做，也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2022年世界杯的脚球赛11月20就要伫咧卡达比赛啊！这是世界杯头一届伫咧阿拉伯国家举办，嘛是有史以来头一届用女裁判。而且这回阁有新的科技，会伫咧球顶悬装追踪器，帮助裁判判定。正攻球员传球的时阵，接应球员好亲像比球甲倒算第二个防守球员，搁较挖近底线，甚至越位进球。虽然会当检视相关画面来辅助判断，不过真了工。为这代志，2022卡达世界杯要头一遍采用半自动越位判定技术。A sensor in the center of the ball sends inertial data 500 times per second. 比赛用球装设追踪器，球场顶悬一个12个高速摄影机，随时追踪球员的身躯拢总29个部位。当有可能越位进球的时阵，就用3D 动画画出越位线，帮助裁判判断。The match officials are still involved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s the semi-automated offside gives an answer only when a player who was in an offside position.plays the ball. 半自动越位判定技术已经伫去年2场比赛测试。11月20至12月20，世界脚球赛比赛期间，要伫所有的场馆使用。但你讲的是头一届有女性裁判执法，目前确定有3个女裁判加3个女助理裁判。We learn a lot because every game it's a training for us. It's also more experience, more management with the players. トレーニングはワールドカップに向けて続け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し、より早い展開に、適応できるように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なと思ってます。日本籍女裁判亚马须塔伊讲，要得到所有人的信任有淡薄压力，不过必须一直爱有女裁判伫赛场顶，甲变作真正常的代志。另中东地区差不多无女裁判，世界杯了后，你才会当看到总共干一个嘛真好。记者综合报道。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